好，来继续来看彰化县三座爱的册库，包括鼻头国中、合兴国小、甲宝山国小，联合来举办着启用的仪式。安尼一来，彰化县已经有30座爱的册库。县长王惠美讲，希望借由册库培养着囡仔看册趣味，激发着囡仔思想，成就囡仔的未来。 彰化县政府和台湾外头文化基金会合作，提供30台平板电脑和3台充电箱数位设备，伫鼻头国中设置所谓爱的册库。 目前彰化县的数位爱的书库有3间哦，那我们一般的有30间，那也总共有2000多个一个书柜，6万多本书哦，在做相关的流通。伫合兴国小和宝山国小嘛有2个爱的册库。 希望透过设置爱的册库，会使延续外头的美好，带动爱的循环。那县政府也推行我们阅读不遗余力，在全国的话，大概平均只是在65%左右。那县政府我们彰化县的流通率已经到73%，是全国最高的。 县长嘛希望未来有更多企业团体或者是个人来赞助资源，共同创造出囡仔无限的未来。